兩部交換機之間點樣同時傳輸多個 VLAN 嘅數據呢？如果 VLAN 10嘅電腦分開連住兩部交換機，佢哋點樣溝通？答案就係用 trunk 技術。佢專門解決跨交換機嘅連線問題。平時用嘅 access 端口只屬於一個 VLAN，負責連住終端設備，而 trunk 端口就可以同時承載多個 VLAN 嘅流量，連住兩部交換機。trunk 嘅工作原理其實好簡單，就係幫數據加上標記。當數據由交換機 A 出發，每個幀都會加上 VLAN 標籤，交換機 B 收到之後，就會根據標籤將數據送到啱嘅 VLAN。設定 trunk 好容易，入去界面打 switch port mode trunk 就搞掂。想檢查嘅話，輸入 show interfaces trunk 就可以睇到允許邊啲 VLAN 通過。如果冇 trunk，每個 VLAN 都要拉一條獨立線，啲線就會多到爆炸。所以話Trunk 絕對係現代 VLAN 網絡環境入邊不可或缺嘅技術。